第6章破繭而出，重獲自由。想從痛苦之身獲得解脫，首先就要先了解你有一個痛苦之身，然後更重要嘅係喺你嘅能力範圍內，盡量保持足夠嘅臨在同警覺，可以喺痛苦之身被觸動時，覺察到佢係一群蜂擁而至嘅負面情緒。當痛苦之身被認出嚟之後，佢就唔可以再假裝係你啦，唔可以再經由你而活並更新佢自己啦。有意識嘅臨在會打破同痛苦之身嘅認同。當你唔再認同佢，痛苦之身就唔會再控制你嘅思考，所以亦無法以你嘅思想為食物，繼續自我更新。喺大部分情況下，痛苦之身唔會即刻瓦解，但係一旦切斷咗佢同思想之間嘅聯繫，佢會開始流失能量，思緒就唔會再被情緒嘅烏雲籠罩，你當下嘅認知就唔會被過去扭曲。混喺痛苦之身中嘅能量，於是改變佢嘅振動頻率，而轉化成為臨在。如此一來，痛苦之身反而成為咗意識嘅助力。呢個就係點解地球上最有智慧、最為開悟嘅男女之中，好多人都曾經有過非常沉重嘅痛苦之身。無論講啲咩、做啲咩，或係以邊種面貌面對呢個世界，你都無法隱藏心理情緒嘅狀態。每個人都會散發出一個同內在狀態相應嘅能量場，而大多數人都可以感受到，即使只係下意識咁感受到人哋散發嘅能量，亦即係話佢哋唔知道自己感受到，但係呢種感受會相當程度咁影響佢哋對嗰個人嘅感覺，仲有回應嘅方式。有啲人喺同人初次見面，甚至仲未開口對話之前，就可以好清楚覺知到對方嘅能量場，但係過咗一陣間，話語就開始掌控呢份關係，而一旦開口交談，人們就會習慣性咁開始扮演角色，注意力就會轉向心智嘅範疇，而感受對方能量場嘅能力就會大大減弱啦。但係你仲係會喺無意識嘅層次感受到佢。當你知道痛苦之身會無意識咁尋找更多痛苦，亦即係話會期待壞事發生，咁你就會明白好多交通事故都係喺駕駛人痛苦之身正活躍嘅時候發生嘅。當兩個痛苦之身都正活躍嘅駕駛人同一時間到達一個路口嘅時候，發生交通事故嘅機會率就會變得好高。佢哋兩個人都無意識咁想要事故發生。痛苦之身喺交通意外當中扮演嘅角色，喺所謂嘅公路暴怒現象中最為明顯。喺嗰種情況下，駕駛人會因為一啲小事，例如喺佢前面嘅人開得太慢，就採取肢體暴力行為。好多暴力行為都係由暫時變成黐線嘅正常人所犯下嘅。全世界法院開庭嘅時候，你都會聽到辯論律師話呢個係完全偏離本性嘅行為，而被告會話我唔知道我發生咩事。就我所知，仲未有辯護律師會對法官話，或者呢一日唔遠啊。呢個係限定責任能力嘅案例。當事人嘅痛苦之身被激發啦，佢唔知道自己喺度做咩。事實上唔係佢做嘅，係佢嘅痛苦之身做嘅。呢個係咪意味住當人們被痛苦之身掌控時，就無法
就無法為自己嘅行為負責呢？我嘅答案係佢哋點樣負責？當你冇意識，當你唔知道自己喺度做咩嘅時候，你點負責？但係從萬物長遠嘅發展嚟睇，人類注定要進化成為有意識嘅本體，而唔進化嘅人就會因為佢哋嘅無意識而受苦，因為佢哋同宇宙進化嘅脈動唔一致。不過呢種講法亦只係相對真實啫。從一個更高嘅角度嚟睇，你係無法同宇宙嘅進化唔一致嘅。即使人類嘅無意識同佢所產生嘅痛苦，亦都係嗰個進化嘅一部分。當你唔可以忍受痛苦嘅無盡循環時，你就會開始覺醒。所以痛苦之身亦係嗰個更長遠發展計劃中嘅必要一部分。臨在一個30幾歲嘅女人嚟見我，當佢同我打招呼時，我可以感應到佢嗰個禮貌同表面微笑之下嘅痛苦。佢開始訴說佢嘅故事，唔到1秒鐘，佢嘅微笑就變成痛苦嘅扭曲，然後佢開始無法抑制咁啜泣。佢話佢感到寂寞、空虛，有好多憤怒同悲傷。當佢仲細嘅時候，就俾佢爸爸以肢體暴力虐待。我好快睇得出佢嘅痛苦唔係而家嘅生活情景造成嘅，而係由一個特別強大嘅痛苦之身所引發嘅。佢嘅痛苦之身已經成為佢看待生活情景嘅一個過濾器啦。佢無法見到情緒上嘅痛苦同思想之間嘅連結，因為佢同兩者完全認同。佢亦無法見到佢喺度用思想餵養佢嘅痛苦之身。換句話說，佢同一個重擔一齊生活住，嗰個重擔就係極度唔快樂嘅自己。但係喺某個層面上，佢一定亦了解到佢嘅痛苦係來自佢自己，而且佢係自己嘅重擔。佢已經準備好要覺醒啦。呢個就係佢嚟揾我嘅原因。我引導佢聚焦喺佢身體內部嘅感覺上，同時要佢直接去感受情緒，而唔係要經過佢唔快樂思想同唔快樂故事嘅過濾去感受情緒。佢話佢嚟呢度係期待我可以教佢脫離唔開心嘅方法，而唔係進入唔開心當中。但係佢仲係勉強做咗我要佢做嘅事，淚水順住佢塊面滑落，佢成個身都喺度顫抖。喺呢一刻，呢個係你嘅感受。我話對於眼前呢個事實，你咩都唔可以做，因為呢個就係你此刻所感受到嘅。而家如果你希望此刻可以有所唔同嘅話，你就係向既有嘅痛苦上面雪上加霜。所以你係咪可以完全接受呢個就係你而家嘅感受？佢沉默咗一陣間，突然間佢變得好唔耐煩，好似馬上要企起身，而且憤怒咁話：唔係啊，我唔要接受呢個。呢個係邊個講嘅？我問佢：係你啊，定係你內在嘅唔快樂？你可唔可以了解你對於你唔快樂呢件事嘅唔快樂，又係另外一層嘅唔快樂呢？佢又沉默啦。我唔係要你去做任何事，我要求嘅只係要你睇下，你係咪可以允許呢啲情緒存在？換句話說，聽落去或者有啲奇怪。如果你唔介意自己嘅唔開心，咁你嘅唔開心會點呢？你唔想睇下咩？佢有啲短暫嘅困惑，安靜咁坐咗1分鐘左右。我突然注意到佢嘅能量場有顯著嘅轉變。佢話：好奇怪，我仲係好唔開心，但係而家佢周圍有空間啊，好似冇咁重要啦。
呢個係我第一次聽到人哋咁樣形容我嘅唔開心，周圍有空間。當然，嗰個空間嘅出現係因為內在可以接受當下時刻所經歷到嘅一切。我冇多講其他嘅説話，好讓佢繼續停留喺嗰個經驗中。過咗一陣間，佢了解到，當佢停止認同嗰個感覺，就係住喺佢裡面嗰個老舊嘅痛苦情緒，並且將注意力直接放喺情緒上，而唔試圖去抗拒佢嘅時候，佢就無法再控制佢嘅思想，繼而同心智編造嘅所謂唔快樂嘅我嘅故事搞混埋一齊啦。另外一個超越佢個人過去嘅向導，就係臨在嘅向導，就進入咗佢嘅生命。如果冇一個唔快樂嘅故事，你係冇辦法唔快樂嘅。所以呢個就係佢唔快樂嘅終結，呢個亦係佢痛苦之身終結嘅開端。情緒本身並唔係唔開心，只有情緒再加上一個唔快樂嘅故事，先會構成唔快樂。當我哋嘅談話結束後，我好滿意自己目睹咗另一個人臨在嘅揚升。我哋以人嘅形式存在嘅主要理由，就係要將嗰個向導嘅意識帶入世界中。我亦同時目睹咗痛苦之身嘅消減，唔係經由同佢抗爭，而係藉由帶進意識之光。當佢離開幾分鐘之後，有個朋友送啲嘢過嚟我呢度。當佢一踏入我間房，佢就話：呢度發生咩事啊？我覺得呢度嘅能量好沉重，而且混濁，我就快嘔啦！你要將個窗打開，熏一啲香。我解釋話：我啱啱目睹咗一個痛苦之身好沉重嘅人做咗一個重大嘅釋放，而佢感覺到嘅一定係剛才釋放出嚟嘅能量。但係我嘅朋友唔想留低多聽，佢馬上就要走人啦。我打開窗，然後出門去附近一間印度餐廳食晚餐。喺嗰度發生嘅事，更清楚咁證實咗我已經確知嘅事。喺某個層面，所有睇落去各自獨立嘅痛苦之身，其實係有一定嘅聯繫嘅。但係跟住落嚟呢個令我獲得證實嘅方式，仲係令我好詫異啊！痛苦之身的反撲。我揾咗個位坐低，然後叫咗嘢食。餐廳裏仲有一啲其他客人，一個坐喺輪椅上嘅中年人坐喺我附近，啱啱食完飯。佢快速而緊張咁望咗我一眼。幾分鐘過去，突然佢變得焦躁不安，佢嘅身體開始抽動。侍應過嚟收咗佢隻碟，男人開始向侍應挑釁：呢啲嘢難食死啊！得，即係作嘔啊！咁點解你仲食呢？侍應問。呢句話真係激嬲咗佢，佢開始叫囂、怒罵，從佢個嘴吐出粗俗嘅字眼，強烈暴力嘅仇恨充滿成間房。每個人都可以感覺到嗰種能量進入咗身體嘅細胞，想要尋找依附嘅對象。然後佢又開始對住其他客人哮叫，但係唔知點解就係完全避開咗坐喺強烈臨在中嘅我。我懷疑呢個人類集體嘅痛苦之身反撲返嚟同我講：你以為你打敗咗我啊？睇下我就喺呢度啊！仲有一個可能就係嗰啲喺我間房被釋放出嚟嘅能量，喺治療結束後尾隨我到咗餐館，然後將佢自己附着喺一個同佢能量震動頻率最相近嘅人身上，亦即係有沉重痛苦之身嘅人身上。餐館經理打開大門話：走啦，走啊！嗰個男人坐喺電動輪椅上衝咗出去，留低一屋子嘅震驚。1分鐘之後，佢又返嚟，佢嘅痛苦之身
仲未善罷甘休，佢仲要更多。佢用輪椅推開大門，狂鬧粗口。一個女侍應試圖阻止佢入嚟，佢將電動輪椅設定喺快速行進模式，將佢一路推到牆邊。其他客人跳起身，嘗試將佢拉開，尖叫聲、咒罵聲一團混亂。過咗一陣間，警察到咗，嗰個男人安靜落嚟，被勒令離開，唔准再返嚟。女侍應好彩冇受傷，只係腳上面有啲瘀青。鬧劇結束後，餐廳經理走埋嚟我嘅台邊，半開玩笑，但可能係直覺上知道有某啲關聯，問我係咪你搞出嚟㗎？孩子的痛苦之身，細路仔嘅痛苦之身，有時會以心情唔好或退縮嘅狀態表現。小朋友會變得悶悶不樂，拒絕交流，可能坐喺角落頭攬住個公仔或啜手指，亦可能會哭哭啼啼，或係大發脾氣。細路仔會尖叫，喺地上嗰度打滾，而且變得好有破壞性。撒球未遂嘅時候，痛苦之身就好容易被觸動。而對小朋友正喺度發展嘅小我嚟講，需求會係好旺盛嘅。父母可能無助、困惑，而且不可置信咁望住佢哋嘅小天使喺幾秒鐘之內變成咗隻小怪物。呢啲唔開心到底邊度嚟嘅呢？父母好疑惑。呢種情形或多或少係因為細路仔分擔咗人類嘅集體痛苦之身，而人類集體痛苦之身追本溯源，又返到去人類嘅小我身上。細路亦有可能從父母嗰度承接咗佢哋嘅痛苦之身，所以父母可能會喺細路身上見到自己嘅影子。高度敏感嘅細路亦特別容易俾父母嘅痛苦之身影響。目睹父母演出嘅瘋狂戲碼，會帶俾細路無法承受嘅情緒痛苦。所以呢啲敏感嘅細路長大之後，成日會有沉重嘅痛苦之身。好多父母想要喺細路面前隱藏痛苦之身，所以商量好，我哋唔可以喺細路面前鬧交。呢個係呃唔到細路㗎。因為即使父母喺講嘢嘅時候嘗試保持禮貌，但屋企裡面仲係會瀰漫住負面能量。被壓抑嘅痛苦之身毒性好強，甚至比公開活躍嘅痛苦之身仲要毒啊！呢個心靈上嘅毒害會俾小朋友吸收，而用嚟發展佢哋自己嘅痛苦之身。同非常冇意識嘅父母共同生活，就會令細路下意識咁學習到小我同痛苦之身。有一個女性朋友，佢嘅雙親都有好強嘅小我同沉重嘅痛苦之身。佢同我講，當佢見到父母互相叫囂謾罵嘅時候，即使佢好愛佢哋，都忍唔住同自己講：呢啲人黐咗線啊！我點解會淪落到呢度？嗰個時候，佢嘅內在已經對呢種瘋狂嘅生活方式有咗覺知。嗰個覺知會幫助佢減少從父母嗰度吸收返嚟嘅痛苦。父母通常好想知道應該點樣應付細路嘅痛苦之身。當然，最重要嘅問題係佢哋應付自己嘅痛苦之身未呢？佢哋係咪已經喺自己身上見到佢呢？佢哋咪可以保持足夠嘅臨在，喺痛苦之身被觸發時，就可以覺察到嗰股情緒，令佢冇機會轉化為思想，並且因而變成一個唔快樂嘅人。當細路被自己嘅痛苦之身攻擊時，你可以做嘅就係保持臨在，好讓自己唔被捲入情緒化嘅反應中。咁樣，細路嘅痛苦之身淨係可以喺自己身上揾食物。痛苦之身有時非常戲劇化，唔好隨佢演出，唔好太認真咁對待佢。如果痛苦之身因殺球不遂而被觸動啦，唔好
即刻屈從佢嘅需求，否則細路就會學到我越唔開心，我就越可以得到我想要嘅。咁樣會造成佢未來生活功能失調，痛苦之身會因為你冇回應而沮喪不已。因此喺佢平息之前，可能會反彈得更犀利。所幸喺細路身上，痛苦之身表演嘅插曲通常比大人嚟得短促。等佢平息落嚟，過咗一陣間，或係第二日嘅時候，你可以同細路傾下呢件事，但係唔好同細路講痛苦之身嘅事，而係用問問題嘅方式。例如，尋日你不停尖叫嘅時候，係乜嘢嚟咗？你記唔記得啊？佢感覺起嚟點啊？感覺好嘛？嗰個嚟到你身上嘅嘢，佢有冇名嘅呢？冇名，咁如果幫佢起個名，佢應該叫咩呢？如果你可以見到佢係生到點樣樣嘅呢？你可唔可以將佢個樣畫出嚟睇下？當佢離開嘅時候，佢點樣呢？係咪返咗去瞓覺啊？你覺得佢仲會唔會返嚟呢？呢啲只係我建議可以問嘅一啲問題。呢啲問題係希望可以喚醒細路仔觀察嘅能力，亦即係臨在。呢個會幫助細路唔去認同佢嘅痛苦之身。你亦可以用小朋友嘅語言同佢哋傾下你自己嘅痛苦之身。下次小朋友嘅痛苦之身有出現時，你可以話佢又返嚟啦，係咪？當你傾到佢嘅時候，盡量用細路用過嘅字句嚟形容，引導細路仔去注意到佢感覺起嚟係咩樣。要保持住有興趣同好奇嘅態度，而唔係批評或責怪。痛苦之身通常唔會就此被制止，或者細路仔根本唔聽你講嘅話。但你即使喺痛苦之身活躍嘅情況下，喺細路仔意識嘅背景中，仲係會有些微嘅覺知存在。幾次之後，覺知會成長茁壯，而痛苦之身會減弱，細路仔就會喺臨在中成長。有一日你會發現，居然係細路仔反過嚟同你講，你嘅痛苦之身此刻掌握咗你呢。不快樂，唔係所有嘅唔快樂都來自痛苦之身。有啲新嘅唔快樂係你同當下時刻唔和諧一致，以某種形式拒絕否定咗當下而造成嘅。當你可以領悟到當下時刻依然存在，而且唔可以逃避嘅時候，你內在會心甘情願咁對佢話好，所以唔會創造更多嘅唔快樂。而當你嘅內在抗拒消失之後，生命本身會賦予你更多力量。痛苦之身嘅唔快樂始終同引發佢嘅直接原因明顯咁唔成比例。換句話說，佢係過度反應。呢個係認出痛苦之身嘅方法，但係通常都係旁觀者，唔係受苦者先至睇得出。有沉重痛苦之身嘅人，好容易就揾到理由煩惱、生氣、受傷、悲痛或恐懼。好多其他人會鬆鬆肩膀，好多其他人會鬆下膊頭一笑置之，或係根本冇注意到嘅小事，都會變成佢哋極度唔快樂嘅明顯肇因。當然，呢啲都唔係真正嘅原因，只係導火線嚟啫。佢哋令嗰啲陳年累積嘅情緒起死回生，轉移進入腦袋中，擴大並且賦予小我頭腦結構更多能量。痛苦之身同小我係近親，佢哋彼此需要。導火線事件或狀況發生時，通常會透過極度情緒化嘅小我嘅過濾嚟予以解釋同回應，亦即係話呢啲事件嘅重要性會被完全扭曲。你係經由內在嗰個情緒化嘅過去觀點嚟看待而家嘅時刻。換句話說，你所見到同經歷嘅唔喺嗰個事件或狀況中，而
而係喺你心中。有啲時候，事件或狀況係有啲惱人，但係藉由過度反應，你強化咗佢。咁樣嘅過度反應同強化，就係痛苦之身需要同鍾意嘅，係佢嘅食物。被沉重嘅痛苦之身掌控嘅人，幾乎唔可能從佢扭曲嘅觀點，亦即係極度情緒化嘅故事中抽身而出。喺故事中，如果負面情緒越多，佢就變得越加沉重而不可理喻，所以佢無法接受故事嘅原貌，而將佢扭曲成佢要見到嘅事實。當你完全被困喺思考嘅動作以及隨之而嚟嘅情緒中時，你係無法脫身嘅，因為你根本唔知道有出路。你被困喺自己嘅電影同夢境之中，困喺自己嘅地獄之中。對你嚟講，呢個就係唯一真相，因為冇其他嘅可能。從你嘅立場嚟睇，你嘅過度反應亦係唯一可能嘅反應。破除對痛苦之身的認同。一個有強烈而活躍嘅痛苦之身嘅人，會散發某種特別嘅能量，令其他人感到好唔舒服。當遇到咁樣嘅人時，有啲人會即刻想避開，或係盡量減少接觸。佢嘅能量場會拒人於千里之外。亦有人會覺得想要攻擊嗰個人，所以會對佢好粗魯，或係用言語攻擊佢。有時甚至會暴力相向。呢個就說明咗喺佢哋之內有樣嘢同嗰個人嘅痛苦之身相應啦。挑起佢哋咁激烈反應嘅嘢，其實亦喺佢哋自己之內，就係佢哋自己嘅痛苦之身。可想而知，有沉重而頗為活躍嘅痛苦之身嘅人，成日會面臨衝突嘅情景。當然有時係佢哋自己主動挑釁嘅，但有啲時候佢哋可能真係咩都冇做，佢哋散發出嘅負面能量就足以招致敵意，引發衝突。當面臨呢種活躍痛苦之身嘅人挑釁時，需要高度嘅臨在先唔會隨佢起舞。如果可以保持臨在，有時你嘅臨在會令對方撤離佢對自己痛苦之身嘅認同，而突然經歷到奇蹟般嘅覺醒，或者呢種覺醒好短暫，但係覺醒嘅過程已然展開。好多年前，我就曾經首次目睹咁樣短暫覺醒嘅發生。有一日晚上，將近11點嘅時候，門鐘響起，鄰居埃塞爾充滿焦慮嘅聲音透過對講機傳過嚟。我哋一定要傾下，呢個好重要。請你俾我入嚟啦。埃塞爾係個聰明而且受過高等教育嘅中年婦女，佢亦有好強嘅小我同沉重嘅痛苦之心。佢10幾歲嘅時候逃離納粹德國嘅魔掌，佢好多屋企人都死喺集中營裏面。埃塞爾喺我嘅梳化上坐低，煩躁不安，雙手亦喺度顫抖。佢從隨身嘅檔案夾嗰度攞出信件同文件，將佢哋攤開，鋪喺梳化同地板上。我立刻有一種奇怪嘅感覺，好似身體內嘅一個燈被校到好光，校到最光最高強度。我咩都冇做，只係保持開放、警覺同高度臨在。身體嘅每個細胞都臨在。我冇思想、冇評斷咁望住佢，同時喺唔帶任何心理評論嘅寧靜之中傾聽。一連串嘅話從佢嘅嘴裏傾瀉而出。佢哋今日又寄俾我一封好煩人嘅信，佢哋對我展開復仇計劃啦。你一定要幫我，我哋必須一齊抵抗佢哋，咩都阻擋唔到佢哋邪惡嘅律師。我會失去我嘅屋，佢哋威脅話要驅逐我。原來佢因為物
物業管理人員未能修復好佢間屋，所以佢付管理費，佢哋就調轉頭威脅話要告佢。佢滔滔不絕咁講咗10分鐘左右，我坐喺度望住佢，聆聽佢。突然之間，佢停止說話，望住佢身邊嘅紙張，好似大夢初醒一樣。佢變得平靜溫和，成個能量場都改變咗。然後佢望住我話：呢啲一啲都唔重要，係咪？唔係唔重要，我話。佢又安靜咁坐咗幾分鐘，然後執佢啲文件走啦。第二日早上，佢喺街嗰度攔住我，有啲懷疑咁望住我。你對我做咗啲咩啊？昨晚係我咁多年嚟第一次瞓得咁好。講真啦，我瞓得好似 BB 咁。佢相信我對佢做咗乜嘢，但係我咩都冇做。佢應該問我冇對佢做乜嘢，而唔係對佢做咗乜嘢。我冇做出反應，冇確認佢故事嘅真實性，亦冇餵養更多嘅思想俾佢嘅心智，或係餵養更多嘅情緒俾佢嘅痛苦之身。我只係允許佢去經歷佢當時所經歷到嘅，而允許嘅力量就在於唔干涉同無為。保持臨在，永遠比其他任何你可以講嘅、可以做嘅都嚟得無限強大。雖然有時保持臨在，亦會隨之而來有話語同動作。發生喺佢身上嘅事，仲未係一個永久嘅轉化，而係對其他可能性嘅一瞥，對佢內在已有嘅嘢嘅一瞥。禪宗稱咁樣嘅驚鴻一瞥為頓悟 （Satori 三托力）。頓悟係臨在嘅一瞬間，係從你腦袋裏嘅聲音、你嘅思考過程同佢哋喺身體上嘅反應，即係情緒當中短暫咁脫身而出。呢個係內在空間嘅揚升，取代咗先前混雜嘅思想同紊亂嘅情緒。思維心智係無法理解臨在嘅，所以成日曲解佢。佢會話你唔關心人、冷漠、冇慈悲心，或係拒絕同人來往。事實上，你係同其他人喺比思想同情緒更深嘅層次互動，喺嗰個層次先有真正嘅交融，一個比互動更深遠嘅結合。喺臨在嘅定靜中，你可以感受到自己內在無形嘅本質，同對方嘅合而為一啦。領悟到你同他人嘅合一，先係真愛、真關懷、真慈悲。導火線，有啲痛苦之身只會對某種特定嘅導火線或情況做出反應。通常嗰種情形係同佢過去所受到嘅某種情緒痛苦有相應之處。比如話，如果有個細路喺成長嘅過程中，父母總係為咗金錢而發生衝突，並且製造好多戲碼，佢也許會吸收到父母對金錢嘅恐懼，而發展出一個隨時會被財務問題觸動嘅痛苦之身。細路長大成人後，會因為數量好少嘅金錢而感到煩惱或生氣。存在煩惱同憤怒背後嘅，則係同生存和極端恐懼有關嘅議題。我見過靈修中人，亦即係話相對嚟講比較有意識嘅人，一攞起電話同佢哋嘅股票或房地產經紀人講嘢，就會大喊大叫、責怪、控訴對方，就好似每個香煙盒上面都有嘅健康警語，或者喺每一本銀行存摺同財務報表上都應該有類似嘅警語。錢財會觸動痛苦之身，導致完全無意識。喺童年時期曾經俾父母一方或兩方忽略或拋棄嘅人，好可能發展出一種痛苦之身，會俾任何同佢哋原始嘅被拋棄嘅痛苦相應嘅情況觸動。也許係朋友接機嘅時候遲到咗幾分鐘，或係配偶太夜返屋企，都會觸發痛苦之身嘅嚴重攻擊。如果佢哋嘅伴侶或配偶離開佢哋或
撒手人寰，佢哋所遭受嘅感情上嘅痛苦，比一般遇到呢種事情會自然產生嘅痛苦要大得多。佢哋可能會有強烈嘅悲痛，長期而無力承受嘅憂鬱，或係不可抑制嘅憤怒。一個細個嘅時候俾爸爸肢體虐待嘅女性，可能會發現喺同任何男人嘅親密關係中，佢嘅痛苦之身都好容易被觸動，或者係組成佢痛苦之身嘅情緒，會令佢俾嗰啲痛苦之身同佢爸爸相近嘅男人所吸引。佢嘅痛苦之身會覺得嗰啲可以俾佢更多同樣痛苦嘅人特別有魅力。嗰種痛苦有時候會被誤解為墮入情網。一個極少受到媽媽關心照顧、得唔到愛又冇人要嘅男仔，長大之後會發展出一個沉重嘅愛恨交織嘅痛苦之身。一方面強烈咁渴求母親嘅愛同關注，卻得唔到；一方面又痛恨母親唔俾佢深切渴望嘅嘢。當佢長大成人後，幾乎每個女人都會觸發佢痛苦之身嘅強烈需求，一種情緒嘅痛苦，然後會令佢表現出一種上癮嘅強迫行為，不斷咁征服、誘惑佢遇到嘅每個女人，好讓佢嘅痛苦之身得到佢所渴求嘅女性之愛同關注。佢會變成一個獵豔高手，但係一旦關係進入親密階段，或係佢嘅進一步要求被拒絕，痛苦之身對佢媽媽嘅憤怒就源源而出，而破壞咗呢段關係。如果你可以喺自己嘅痛苦之身啟動時認出佢，你好快亦會了解到究竟係咩導火線最容易觸動佢，或者係某種情景，或係其他人所做或所講嘅事。當呢啲導火線出現時，你要即刻認出佢哋嘅真實面貌，並且進入一個高度嘅警覺狀態。喺一兩秒之內，你亦會注意到自己情緒嘅反應，就係正喺度揚升嘅痛苦之身。但係如果你喺警覺嘅臨在狀態，你就唔會同佢認同，亦即係話痛苦之身唔會掌控你，而成為你腦袋裏嘅聲音。如果呢個時候你同你嘅伴侶喺埋一齊嘅話，你可以同佢講：啱啱你所講或做嘅觸動咗我嘅痛苦之身。事先同你嘅伴侶約定好，當你哋兩人之中有人做咗或講咗啲咩而觸動到對方嘅痛苦之身時，要馬上講出嚟。如此一來，痛苦之身就唔可以再藉由喺親密關係中製造戲碼而更新佢自己。佢不但唔會將你拖入無意識當中，反而會幫助你完全臨在。如果每次痛苦之身揚升時，你都可以保持臨在，咁有啲痛苦之身嘅負面情緒能量就會被消盡，然後轉化成為更多嘅臨在。呢個時候，痛苦之身嘅餘孽會好快撤退，等待下一個好時機重新出發。所謂嘅好時機，就係你比較缺乏意識嘅時候。每當你失去臨在，就係痛苦之身重新出現嘅較好機會。或者係幾杯老酒落肚之後，或係觀看暴力電影時，嗰啲最微細嘅負面情緒，例如被激怒、被激嬲或者焦慮，亦可能成為痛苦之身東山再起嘅契機。痛苦之身需要你嘅無意識，佢無法忍受臨在之光。痛苦之身覺醒的契機。起初，痛苦之身睇落去好似係人類新意識揚升嘅最大障礙。佢佔據你嘅頭腦，控制、扭曲你嘅思考，破壞你嘅人際關係，而且感覺好似係一朵佔據你整個能量場嘅烏雲。靈性上嚟講，佢會令你變得無意識，亦即係會令你同你嘅心智同情緒完全認同。佢令你過度反應，令你講一啲話或做一啲事，就係蓄意要令你自己同呢個世界都更加唔開心。
但係隨住唔快樂嘅增加，佢亦會喺你嘅生命中創造更多裂口，或者你嘅身體再冇辦法承受壓力而病或功能失調，或者你會遭逢意外，遇到巨大嘅衝突情景或戲劇性事件，呢啲都係因為痛苦之身想要壞事發生所造成嘅。或者你會加諸肢體暴力喺其他人身上，或者呢一切對你嚟講都太過沉重啦，你再冇辦法忍受嗰個唔快樂嘅自己啦。當然，痛苦之身就係嗰個虛假自我嘅一部分。當你被痛苦之身掌控，當你無法認出佢嘅真實面目，佢就變成你小我嘅一部分。無論你認同乜嘢，都會變成小我。痛苦之身係小我所能認同嘅事物當中最強而有力嘅一種，就好似痛苦之身亦需要經由小我而自我更新一樣。但係呢個唔神聖嘅聯盟，最終會喺某啲情況下破裂瓦解。當痛苦之身太過沉重，小我頭腦結構就無法再經由佢嚟強化自己，反而會因為不斷受到痛苦之身能量負荷嘅猛烈攻擊而日漸瓦解。就好似一個電子儀器可以用電流補充電能，但係如果電壓太高，佢亦會受唔住而毀壞。有強烈痛苦之身嘅人，成日會到達某個點，令佢哋覺得再冇辦法忍受自己嘅生活，冇法再承受更多嘅痛苦或人生戲碼啦。有人曾經簡單咁表達呢種感受，話佢受夠唔快樂，就好似我以前一樣。有啲人會覺得佢哋冇法再忍受自己啦，內在嘅和平因此成為佢哋追求嘅首要目標。強烈嘅情緒痛苦迫使佢哋撤離咗對頭腦內容同心理情緒結構嘅認同，而唔開心嘅我就係頭腦內容同心理情緒結構製造出嚟並使之長存嘅。然後佢哋會領悟到佢哋唔開心嘅故事同埋佢哋所感受到嘅情緒都唔可以代表佢哋嘅本質。佢哋了解到自己係知者，唔係嗰個被知嘅。痛苦之身不但冇將佢哋拖入無意識中，反而成為覺醒嘅助力，成為迫使佢哋進入臨在狀態嘅決定性因素。但係而家我哋目睹前所未有嘅大量意識湧入地球，好多人唔再需要經由遭受劇烈痛苦先至可以撤離對痛苦之身嘅認同。每當佢哋覺察到自己落入咗一個功能失調嘅狀態，佢哋可以選擇撤離對思考同情緒嘅認同，而進入臨在狀態。佢哋唔再抗拒，變得定靜而警覺，令自己嘅內在同外在都同本然合一。人類進化嘅下一個階段不但係無可避免嘅，而且從地球歷史上嚟睇，呢個仲係我哋第一次可以做有意識嘅選擇。邊個喺度做呢個選擇呢？就係你。咁你又係邊個呢？你就係意識到自己嘅嗰個意識，從痛苦之身破繭而出。啲人成日問嘅問題就係需要幾耐時間，我哋先至可以從痛苦之身解脱出嚟呢？答案係當然要睇你個人痛苦之身嘅濃密程度，同你揚升中嘅臨在有幾強烈而定。但係促使你加諸痛苦喺自己同人哋身上嘅，唔係痛苦之身，而係你對佢嘅認同，迫使你將舊痛一再重演，而且令你處於無意識之中嘅，唔係痛苦之身，而係你對佢嘅認同。所以比較重要嘅問題應該係需要幾耐時間，我哋先至可以從對痛苦之身嘅認同當中解放出嚟呢？而呢個問題嘅答案係唔需要任何時間。當痛苦之身被觸動時，如果可以認出你所感覺到嘅就係你內在嘅痛苦之身，淨係呢份知曉就足以打破你對佢嘅認同。而當你停止認同佢，轉化就發生啦。嗰份知道可以抑制舊有情緒嘅升起，並防止佢進入你嘅腦袋，亦唔會令佢接管你嘅內在對話，掌控你嘅行為
同埋同他人嘅互動，亦即係話痛苦之身唔可以再利用你，然後藉由你嚟自我更新啊！嗰啲老舊嘅情緒可能仲會喺你之內存活一段時間，而且會不定時咁再度升起，有時或者會拐騙你再度認同佢，因而模糊咗嗰份知曉。但呢個係暫時嘅，唔好將舊有嘅情緒投射到你所面臨嘅情景。意思就係喺你之內直接面對佢。呢個或者並唔好受，但係佢唔會置你於死地。你嘅臨在完全足以包容佢。呢個情緒唔係你嘅本質。當你感覺到痛苦之身時，唔好誤以為自己邊度有毛病，因為令自己成為問題所在，會正中小我下懷。知道之後必須接受，其他任何作為都會再度遮蓋嗰個知曉。接受就係允許你自己喺嗰個時刻完全係感受你嘅感覺，佢係當下如是 isness 嘅一部分。你無法同本然爭辯啊！你係可以同佢爭辯嘅，只係你咁樣做嘅時候，你會受苦。經由允許，你成為你之本是 You become what you are。廣大嘅、寬闊嘅，你變得圓滿。你唔再係一個碎片，碎片係小我觀點。你嘅真實本質展現啦，而佢同神嘅本質係合一嘅。耶穌針對呢點亦話：所以你哋要圓滿，好似你哋嘅天父咁樣嘅圓滿。新約聖經裏邊講嘅要完美係錯誤翻譯，原始希臘文嘅意思係圓滿，亦即係話你唔需要成為圓滿嘅，你就係你原來嘅本質，無論有冇痛苦之身。以上內容由神秘嘉麥力奇聲音演繹，多謝收聽。